大家好，我係 Jacob。今日呢，我要教大家去做三雞扭計式初級教程嘅第二集啦。跟住呢，上集呢，我教咗大家做呢個十字啦。今集呢，就要教大家復原第一層同埋第二層。我哋要復原第一層同第二層嘅公式，主要係勾上回下，即係咁樣嘅公式啦。勾上回下，跟住呢度就會呢個角塊就被拎咗上落嚟呢度。跟住我再俾個例子，例如呢個，你都可以做勾上回下，不過如果你呢度唔想做咁多次勾上回下嘅話，你可以做上左下右。跟住呢度嘅話就揾到對應嘅兩個啦，跟住再勾上回下，跟住呢度又被復原。我哋再揾最後一個呢個啦，綠紅同埋白，綠紅白呢，呢個呢，你睇，如果佢係咁樣嘅，跟住紅色朝住紅色中心塊，白色朝住綠色中心塊嘅話，建議你做上左下右。因為呢，你做上左下右嘅話呢，有陣時你咁樣，你肯定就做上左下右啦。咁如果係咁樣嘅話，你肯定做勾上回下啦。因為方便嘅原因啊嘛。跟住等你全部嘅角塊歸位之後，你就可以去還原第二層，都係勾上回下，不過呢次會特殊啲。我哋先做對應輪塊，對應中心塊，跟住上面係唔好要黃色啦，跟住同佢隔離嗰個一樣。例如我上面呢度係橙色，呢度係藍色，對應藍色中心塊，跟住上面呢個橙色喺我嘅左手邊，所以我用左手做勾上回下，跟住變成咁嘅狀態，跟住自己衝住白色面再做勾上回下，第二層就被完成。跟住我哋再揾翻個輪塊啦。你睇呢度就有一個係咁樣嘅情況，綠色、橙色。我而家呢要揾到橙色中心塊，呢度就係橙色中心塊，跟住我要將呢個移到橙色中心塊呢度，跟住呢我就向右邊轉一下啦，跟住左手就勾過嚟，跟住就係做，你睇上面係綠色，咁我呢邊又係綠色，咁咪做勾上回下，跟住再面向白色勾上回下就可以。跟住呢，我哋發現呢個就多咗一個呢個出嚟，因為啱啱本身係放咗喺呢度噶嘛。你就好，例如呢個，我做個示範啦。例如呢個啦，你係唔係發現你攞唔出嚟嘅？咁你咪做一次勾上回下，勾上回下，跟住呢塊就被攞咗出嚟，跟住再做勾上回下，勾上回下，即係啱啱嗰個公式啦。你就發現呢塊咧，即係你攞咗出嚟之後，對應中心塊，跟住再做啱啱嗰啲公式，就即係同啱啱嗰啲步驟一樣嘅啦。跟住呢塊又卡咗入去，就做勾上回下，跟住面向白色勾上回下。呢粒就係未放咗入去嘅，你要擰翻到對應中心塊，呢面係綠色，所以我用右手做兩次勾上回下，勾上回下，跟住從白色面再做一次勾上回下。今集嘅初級教程就到呢度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